流浮山慘案。位於流浮山後海灣水域，對面係中國大陸，靠近華界嘅蛇口。1960年至1970年，海盜仍然活躍，一度猖獗。然而幾乎冇人記得50幾年前呢片水域曾經日日響起槍聲，曾經飄過無數豪民嘅屍體。當年後海灣水域經常遭華界海盜越界侵擾，擄劫香港豪民作為人質，搶掠養殖嘅生蠔，公然違反國際公法。港府當年亦未對後海灣非法入境嘅武裝炮艇加以堵截，未盡保護香港豪民嘅義務。當時中國大陸嘅民間同軍方仍然有好多人對香港處於殖民統治嘅狀況感到不滿，並且對香港境內親國民黨勢力同香港大多數市民服從英國殖民統治深感痛惡。1970年代初，當時左右派豪民之間激烈衝突，當時中共武裝民兵實際上係邊防民兵，頻繁越境騷擾香港水域嘅事實。呢段歷史今日幾乎係被完全遺忘，當年極為敏感血腥。當地左派分子曾經強迫豪民參加佢哋舉辦嘅毛主席思想學習班，一艘停泊響流浮山坑口海邊養蠔區嘅大木船沙江村僭建木屋，長期停泊喺海邊嘅蠔塘，左派將佢用作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本地人稱之為左仔鬥。佢阻擋蠔塘嘅通道，晚上大聲唱東方紅，播毛語錄，附近造成滋擾、噪音、燈光污染，嚴重影響豪民夜晚作業。當地左派分子曾經強迫曾氏三父子參加佢哋嘅舉辦毛主席思想學習班。曾炳南當時曾經講過一啲不滿嘅說話，遭報復，綁架三父子其中一人曾炳南。村民目擊事件，報警求助，警務人員救出曾炳南及拘捕5名左派豪民。幾日後，數十名華界武裝分子越境闖入流浮山尖鼻咀，向警方抗議，要求釋放被捕5人。最後亦證據不足，無罪釋放。及後曾牛父子遇害之前2週，接獲左派分子恐嚇，叫佢哋因住，聲言恐嚇會捉佢哋去到大陸共區。流浮山慘案遇害人就係曾氏三父子，發生喺1970年9月1號，武裝分子越境闖入香港流浮山，向香港豪民開槍，擄走咗7名豪民，仲喺境內深圳市殺害曾牛三父子。曾牛父子被殺之後，港府向中共提出抗議，武裝分子非法入境事件並未因此停止。及後有10多名持刀、棍、斧頭等武器武裝分子喺流浮山沙橋非法入境，藉口係要拘捕2名逃兵，最後被警方勸退。幾日後10月15號早上，有一艘華界炮艇駛入英界流浮山水域，意圖挑釁，警方立即派出1艘水警輪前往攔截，雙方一度武裝戒備對峙5小時。炮艇駛返華界蛇口。1971年5月25日，港府派出60多名寮仔部拆屋人員，連同8多名機動警察掩護之下，將左派一艘停泊喺流浮山坑口海邊養蠔區嘅大木船拆毀。左仔鬥被拆毀，標誌着呢場豪民內戰跨境武裝入侵最高潮終於結束。1972年後，隨着中英關係緩和，文革高潮過去，公然持槍越境事件逐漸消失。真槍實彈嘅極左暴力，目睹無辜殺害，香港人恐懼抗拒文革呢一套。港英政府大力鎮壓，改善民生，推廣福利，搞諮詢，開辦廉署，10年房屋計劃，9年免費教育，每一項改革都換嚟民意嘅支持。到最後，左派非但冇鬥垮港英政府，反而成就咗香港1970年至1990年代嘅黃金時期，令香港人更有強烈嘅本土意識。喜歡呢條片，請訂閱、
點讚、留言、分享出去。